哦，林花园戏剧总团在新营太子公园。哦，2天公演的第二天演了唐朝名将罗通的恋爱故事。第1天红尘舞台，林花园。第1天演的红尘图纸。谢幕了，谢幕了哦，还有荧幕可以很用心的，当然是赵坤演绎的很用心的，准备了2个投影荧幕。好，等下来，那个中间的摄影师赶快到舞台上来，还有剧照师赶快到舞台上来。好，各位报告2个消息。头一个，咱今日看到咱的主角拢要入去啊，所以大家拢翕袂到吼，大家拢翕袂到。第二，我们会响应文创活动，我们传统戏剧无敌小生孙俊荣老师的，让他飞过去，他唱飞过去。好，有准备文创产品，他等有熊料的时阵，可以在那边参观选购，限量发行。参观选购，限量发行，然后在那个地方啊，看见啊，那就把前面翕相哦，来，有点有完了，来，我们好进来，来，给李世民先生，来，我们第1排的坐下去，第1排坐下去，哎，我们叫3分钟，我跟着我。